启示录读了也袂明白，然后读了有个人捌一个人嘛讲伊无爱读启示录啊。我讲干啊，伊讲我读了，互我真惊诶，互我惊去袂困日啊。但是其实启示录啊，毋是要互咱惊诶啊，其实伊是要互咱有啥物有盼望诶啊，互咱有盼望诶。所以咱开始来看诶时阵啊，咱要来看启示录到底一本册什么意思啊？启示录一本册有什么意思啊？咱拢知上帝将这个一本册互咱的时阵有伊的意思这个名启示录就是讲上帝，是讲上帝的启示的启示这个启示到底是什么款的启示你若看第1章第1节伊就讲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什么是叫做启示什么启示？启示原来伊的意思就是掀开啦什么叫做掀开有物件砍咧但是你该掀开的时阵你就有法通看去你有法通看去所以掀开其实是要互大家人会明白看去的意思啦，将样的藏咧物件有法通显露出来。但是真可惜启示录真侪人哪看毋是哪明白啦，哪看哪觉得什么，哪觉得看那像愈来愈好堕落我袂听启示录的时阵是袂看，我至少有知影淡薄读了听了愈来愈乱看那像愈来愈无明显敢若真会安尼敢若真会安尼因为启示录你若去看真侪解经家真侪牧师团道路因若咧讲讲的无啥送咱就无啥送，所以无啥送咱就真我说到底倒哪一个是对倒哪一个是对其实人就是安尼最近咱这个 COVID 开始咱开始有的时阵咱开始祈祷祈祷什么求主这个疫情有法通无去然后咱祈祷讲求主有这个什么信咱有法通来签预防针但是等在预防针出来的时阵伤过侪款有的人就讲到底是怎有的人讲对签，有的人讲什么毋通签毋通签所以你若看无论伫菲律宾是泰国真侪所在50%以上的人无爱签敢若因为因听真侪我毋知咱中间有的人有签，有的人犹原无爱，所以是无相的看法无相的看法。所以圣经特别讲到主耶稣第2摆过来的物件，但是有真侪咱讲这真侪派真侪款的讲法敢若真安尼因为主耶稣第2摆过来的这代志其实圣经毋是真清楚会写起来真侪个是预言真侪个是用图画来表明真侪象征的物件所以学者有真侪的看法所以看法的时阵，大家人有时阵真乱有的人就讲牧师到底倒哪一个是对倒哪一个是对，倒哪一个看法是对其实真艰苦讲因为无相的看法迄位学者大家个是真，或者什么真牛真侪个是什么？因的道理因的信仰真纯正甚至因的看法无啥相所以既然若是安尼咱就接受这个。但是伫规个大体上内面咱看到讲，主耶稣过来有一个物件是大家人是讲无相讲法的人因拢接受头一项是什么？主耶稣的确会来伊头一项大家拢就是信仰纯正的会接受第二，主耶稣要来的时阵是人会看到的就意思什么？伊的身躯人会看到伊的身躯伊是以荣耀的身躯来显现毋是向伫灵内面你袂看到的所以这个是第2项第3项，主耶稣若来的时阵罪恶会无去伊的
然后伊会创一个新天新地，即跩啊，大家人家真清楚啊，会接受啊。如果无接受跩的时阵啊，咱有法通讲因是啥物啊？因是属地异端的啊。但是伫跩接受内面啊，看主耶稣伫时要来要怎啊来啊，啊，拢总拢讲法无相同啊。看若真啊安尼啊，因为啥物啊？因为啊，有几个原因啊，咱来看。头一个啊，就是因为伊的啥物啊？伊的文，或者啥文学啊，伊的文学啊，的体裁啊，啊，文学的体裁，英文是叫做 genre， 伊的 genre。你若看圣经啊，啊，创世纪啊开始啊，啊，然后到啊创世纪咯，啊，咱看到伊是述说性的啊，啊，伊是咧干那阵咧讲故事啊。咱看到新约的福音书啊，也是咱咧讲故事啊。但是你若看诗篇的时阵啊，看小先知啊，真侪计是啥物啊？计是in poem 啊 ，poetry 啊，就是诗类啊，啊，所以你看诗类的时阵啊，你要解释又会无啥相啊。然后有一个是历史的啊，列王纪上、列王纪下，计是用历史，所以历史你怎样看法又咁无相。然后启示录啊，是真特别的，用叫做什么啊？伊的文学的题材啊，伊是叫做启示文学啊，英文是叫做 apocalyptic literature 啊 ，apocalyptic literature。那这款的文学啊，其实伊伫圣经内面啊，甲启示录甲属伫这款的啊，是但以理书啊。但伊哩特别是对第6章开始，第7章到第12章啊，伊个是启示的文学啊，启示文学。那即款启示的文学啊，特别啊，伫中东迄一带啊，伫主前啊，差不多200年啊，到主后差不多200年啊，差不多400年的时间啊，有真多一款启示的文学出现啊。因为干啊，因为启示文学啊，伊出现的时阵啊，伊是要带来，互人读了的时阵啊，有希望啊。因为特别啊，是伫因拄着艰苦的时阵啊，因需要得到拯救的时阵啊，写一款文学的时阵啊，方式啊，就是要干啊，伊就是述说啊，伫天属天啊，有代表啊，有一个代表啊，亲像天使咯，啊，会来向地上啊。百姓啊，还是人啊，对象啊，特别啊，会甲伊启示一个物件，甲伊讲一个物件。伊怎啊讲呢？是透过梦，啊，透过做梦，还是透过异象，将一个信息讲出来。啊，这个信息啊，是关于世界的末了啊。然后世界末了的时阵啊，好甲歹啊，善甲恶，伫下咧争战的时阵啊，谁爱赢？当然。用的善会赢，好会赢。然后伫一款的文学内面啊，常常啊有用数字啊 numbers 啊，所以从启示录啊7也常出现啊，啊也常出现7、3、10啊6，跩个是伊个是真侪数字出来啊，然后跩数字啊有伊的代表性。毋但那安尼啊，伊也有一个什么奇奇怪怪啊，一个野兽出现啊。咱若看启示录啊，又讲有4个骑马啊，有一个死亡啊，有一个啊跩物件，互人看到讲，看咱从讲到啊跩奇奇怪怪啊。然后伫13章、14章啊，啊又讲到有一只兽啊，对海起对地起来啊，然后有讲到啊伊头是狮仔的头咯，还是有8咯？然后有7个头咯，有7个什么？7个角咯，哦，有种的物件来出现啦。当然，这跩是叫做神物啦，跩是象征性的。然后伫遮伊也是讲到一个超人的境遇啊，啊是超人的跩景啊，亲像讲到天堂啊，会讲到天堂，讲到天国。讲到新耶路撒冷啊，当然也讲到地狱啊，也是咱所讲的硫磺诶什么黑俄一款啊，所以伊也阁是有真多诶物件，伊会伫中国会来讲啊，所以这个是叫做启示文学啊。那
启示文学内面啊，文学即种物件你要怎解释啊，变一个问题啦。亲像有讲到一只有一只伊有4个头，还是有7个头，然后有7个冠冕，有7个角，你跩要怎来讲啊？其实个即种象征的物件个，毋是用人的想象力啦。毋是讲我想应该是安尼，应该是安尼，毋是个，因为个伫启示录几乎所有的象征的物件个，咱伫旧约有法通看见，伫旧约内面已经出现了，所以你就去到旧约去看看，当初是伫旧约的时阵，什么意思啊？咱看到但以理又看到第7章又看到有一只狮然后有10个这是代表什么啊？但以理有讲伊是代表巴比伦国然后你若看到以西结的时阵你看到有基路伯有6个10个有4个面一个是人的面，一个是什么牛的面这个是鹰的面到底什么样？咱按遐有法通看。那毋是咱毋是伫旧约内面来看，伫新约伫启示录本身一本册咱会看到伊有提供一个 clue 互咱去看。看了的时阵咱知影看到底怎有真侪时阵圣经内面启示录伊会解释讲，这个是代表什么？这个是代表什么所以伊主要伫迄个时代写这个因为信徒受困难受真大的逼迫甚至伫社会顶面按遐去边缘化，所以伊出现的时阵要互人知一项就是讲做将好才是会赢的。当然，伫以色列人因咧写的时阵就是讲做将上帝的确会赢过一个邪恶的势力的确会赢过死亡，会赢过撒旦即种拢总会毁坏然后有要为咱备办新天新地所以吞论到底的信徒的确胜利所以这个也是启示录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互当初时的信徒甲现如时的信徒读了的时阵咱有法通得到鼓励。有时阵我毋知影你捌问捌人问讲，敢若是咱伫世上犯艰苦，咱拄着犯罪的灾难然后咱看到歹人敢若是可能阵袂死歹人逐项因创无好但是因的生活敢若阵真好咱做基督徒咱要遵守上帝话语无容易到底会怎但是启示就互人看到讲上帝得要干伊要开始来审判，所以当咱辛苦做辛到底的时阵咱就的确来赢过。所以这个是这个在启示文学的一个目的所以艰苦明白因为有真侪象征的物件，要怎来解释？第二这本册圣经讲伊是一个什么预言的册伫第1章第3节讲耶稣基督的启示伊是一个预言22章第7节也是讲22章18节19节讲到启示录是约翰所写的是预言所以既然是预言预言什么时阵应验预言在世就有应验的所以什么时阵会应验呢？对约翰写的时阵到现如时已经有差不多2000年的时间了1900多年了了这种物件到底有实现还是无到底有应验无所以这就分什么分几种有4种我来教大家真紧的加去互恁明白呢互恁明白敢若是要明白要读启示录无容易的原因所以有言要怎来明白一本启示录至少有4个兼且也搁一个较细汉较小看少数的人所接受的
但是较侪人接受的有4款啊。头一个啊，就是叫做当代的历史派啦 ，OK， 当代的历史派，英文是叫做 Preterist 啊 ，Preterist。因认为什么啊？启示录所记载的全部的预言啊，伫第1世纪的时阵啊，已经应验了啦。所以所有代志发生啊，其实是咧讲到第1世纪啦。兼且你读的时阵，你讲敢若是因那一款的想法啦，吼，要怎啊想？一款的想法啦，啊，亲像启示录会跩在下咯 ，OK， 跩啊有7个印咯，7个碗咯，7个河童咯，跩在下个，伊讲已经发生，已经什么应验了啦。啊，你讲啊，到底第是应验嘛？啊，原来伫第1世纪啊，有一个真重要的日子个吼。年哦，就是70年啦，主后70年 ，AD 70啊 ，AD 70是什么代志发生呢？就是伫差不多67、68、69哦，以色列人哦，还是咱或者犹太人哦，因就开始要来还罗马政府啦。咱知影罗马哦是来管理以色列啦，第是来管理呢啊，差不多主前60几年的时阵哦，伊就开始来侵略规个欧洲啊，甚至到以色列，那叫做小亚细亚啊，中东小亚细亚，开始互罗马人来管理啦。所以伫耶稣出世的时阵，耶稣的时期也是罗马人，所以有一个犹太人啊，因真爱国啊，伊讲咱着革命啊，咱着来赢过。所以67、68、69，因就开始甲罗马兵安遐来战啦。战到第70年的时阵啊，罗马兵的一个军队啊，叫做泰图斯将军啊，提多将军啊，伊就攻略去耶路撒冷啊。伊攻略去耶路撒冷的时阵啊，就将耶路撒冷的城安遐大屠杀大屠杀将跩人伫遐该死啊！因为干呐，以色列人真多啊，因就是伫耶路撒冷城内面安遐来灭安遐来抵抗啊。但是70年的时阵就真多人安遐死啊。毋但安尼啊，伊的圣殿受烧啊，伊的圣殿受烧，但是提多的这个将军啊，当伊的军队要进入去耶路撒冷城的时阵伊特别吩咐伊的兵讲咱入去将跩以色列人该拍死伊的建筑物咱也要该毁坏会做哩啦。但是 ，OK， 但是圣殿咱袂做你去耽伊所以袂做你去耽圣殿但是伫遐咧开始咧乱的时阵咧拍真侪人也是走入去圣殿内面则有一个罗马的兵丁伊就凊彩用一个黑板就添入去圣殿内面然后圣殿咱知影有真侪什么幔有真侪咱叫做 curtain 伫遐，所以就开始干烧去所以烧的时阵规个圣殿就烧了所以70年是以色列国一个真大的什么因真艰苦什么日子因为毋但以色列因为毋但这个城受攻破，更加重要就是因的圣殿安遐来干焚烧。你记得袂？伫马太福音24章耶稣所讲的什么？登山部分无一直橄榄山伊咧讲到主过来的日子，当门徒看到圣殿的时阵伊就保护耶稣，伊讲耶稣你看这个圣殿是甲偌水偌水。耶稣讲一句什么？你来记得耶稣讲一日无一块石头会贴伫圣一块石头顶面规个圣殿会毁坏。所以这是耶稣的什么？伊的预言所以当因在听了的时阵门徒就暗就来找耶稣。当因伫橄榄山的时阵，橄榄山是耶路撒冷城还是圣殿的对面的一个山。当因坐伫遐的时阵门徒来问耶稣，讲耶稣这跩代志什么时阵会发生
然后世界的末了有什么有调？你要来的日子有什么有调？所以伊问三个问题，头一项是这桩代志要发生，就是圣殿要毁坏是什么时阵啊？然后世界的末了第是要发生，有什么款的有调啊？然后主耶稣基督什么时阵要来？所以耶稣就伫遐啊，伫这个迦拿山顶啊，用马太福音4.5章啊，来讲啊到啊有言啊到将来啊主要过来的物件啊，所以在当代的人啊，伊是讲世间啊，因为伫写启示录的时阵啊，无提到圣殿毁坏这样代志，无提到耶路撒冷城受焚烧这样代志啊。如果啊，这本册啊是伫90几年来写，所以70年烧了的时阵啊，约翰啊在世会伫遐内面来讲啊，因为伊无讲啊，意思是启示录啊是伫70年以前来写，所以伊所写的这侪诶代志啊，甲这侪诶怎么样？跩灾难啊，是伫70年啊隆重发生啊，啊，伫70年代隆重发生，所以这个是伊所讲的啊，甚至啊，约瑟夫啊，约瑟夫啊，这个是啊，这个犹太人啊，但是伊是罗马变，伊犹太人伊也是叫做什么？罗马籍啊，伊也是罗马籍哦。然后伊是一个历史学家啦，所以哦，第1世纪的历史哦，真多个是伊记的啦。啊，伊写的册个就是当初些历史啊。伊讲哦，当这个提督将军入去耶路撒冷的时阵，大屠杀的时阵哦，有1100万，啊，11啊11啊110万吧啦，110万的人受害啦 ，1.1 million。但是有一个人就咧讲说，耶路撒冷当初时哦，无可能哦有1个 million 的人伫耶路撒冷啊。啊，但是伊的意思，伊写的时阵哦讲，因为迄个时阵哦，拄好是什么逾越节啦，所以有真侪以色列人哦，倒去到以色列啊，到耶路撒冷，伊咧庆祝啊，伊咧庆祝个，所以人才会犯罪，人才会犯罪，所以这款的讲法哦，到目前也阁是有人来接受啦，啊，有人来接受过，所以啊，在啊。圣殿受烧的时阵哦，咱会记得到所罗门的圣殿，伊是用金啊来铺伊的什么？伊边头的个吼，用金隆重铺。所以伫咧火烧的时阵哦，怀金隆重个样个吼。啊，圣殿是用大底石头一底贴，因为贴起来的啦。所以石甲石中间个有在手有一个胖的个，所以怀金个因为火烧的时阵的样哦。就走入去在石头旁的内面啦，所以当烧了的时阵哦，在罗马的军人哦，罗马的兵丁哦，为着要来摕跩金哦，伊就将跩石头哦一块就压起来哦，为着要来摕跩金，所以正是亲像耶稣所讲的，无一块石头贴伫一块石头顶面啊，隆重拢才会啊，所以这个是头一个讲法个，第二个讲法个。就是教会历史派啦，伊认为册内面个所讲的这物件个是规个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啦，啊，七个时期啦，对许多的时代个到末日啦，所以伊该分做7个个啊，因为干呐，因为启示录内面有写7个教会啦，所以用7个教会个。代表7个历史的期间啦，啊，这个咱伫刷落去的时阵，咱会阁详细的讲哦，啊，所以既然若是安尼个，所以讲伊一个预言哦，是已经渐渐哦，已经什么呀？应验了啦，啊，亲像伊咧讲啊，到第1世纪的第1到第3世纪的教会啊，已经有一个应验了。啊，16世纪到18世纪的教会已经有一个应验，
所以伊会应验讲，已经有一家应验，有一家也未咧。所以这个是历史派的。然后这个叫做理想派的个，理想派哦，伊是也理想啦，伊是象征派的。伊讲过，其实都做语言哦，唔是讲啊到确实的代志啦，啊，唔是讲啊到确实的代志，拢总是象征啦、symbol 啦，啊，拢总是 symbol 个，所以伊主要是讲啊到啥啊？讲啊到上帝的公理哦，甲真理哦，伫最后哦会完全会胜利啦。所以伫启示录内面的预言哦，其实伊是要互咱学习。互人看起一个真属灵的原则啦，哦，属灵的原则。所以咱若要了解启示录哦，咱袂做咧按照字面来解释啦，咱就按照灵意来解释啦，啊，来解释啦，啊，所以咱若讲到，所以若讲到讲到预言的应验袂，伊讲这个是什么呀？这个讲无法通讲。伊会应验也无啦，因为伊根本毋是要来应验啦，啊，亲像啥物呢？啊，启示录的21章19章、20章、21章讲啊到千禧年的代志，啊，千禧年有1000年的时间个，所以哦，一派的人个，一派象征派哦，还是理想派的人个，因讲迄个1000年哦，毋是咱所讲的咱咧算的1、2、3、4、100年、200年、300年、1000年啦。这个是代表性啦，是代表什么呀？一段真长的时间啦，好，所以一段真长的时间，所以无拄拄哦是1000年啦，甚至哦有会感觉过是主耶稣基督来的时阵哦，千禧年哦已经开始了啦，所以到现在是已经2000年了哦，开始咱就是伫千禧年的内面啦，到过甲去唔知偌久，咱唔知影个耶稣基督第2摆会过来。所以因是用一款的解释啦，啊，然后第4派的人讲什么？是将来啊，意思是讲对第4章开始哦，到落尾哦，拢讲啊到主耶稣要来的时阵啊，前甲伊来了后所发生的一个代志，所以那这个未来哦，未来的派还是将来的派哦，就是讲做预言哦，也未。实现的啦，也搁咧等啦，啊，就等啊到主耶稣特别来的时阵才会啦。所以有4款的看法啦，无怪你种，咱基督徒读启示录哦，听人讲哦，啊听愈听愈乱哦，啊有的人伊讲无已经了咯，啊看我你听着你讲无，伊根本是你无需要，看伊是有应验啊无。为咪讲无这个是将来啊？到底多哪一个是对啊？啊，所以咱读了会乱啦。好，所以即阵个咱家己个，咱着家己看看多哪一个哦，我较有法通接受啦。啊，多哪一个我较有法通接受哦，因为无一个讲迄个毋对，我一个才对啦，咱无法通讲啦。所以咱着慢慢啊，一步一慢慢啊，直学习，好，然后直看看多哪一个较好。但是哦。每一个基督徒，还是讲每一个传道人哦，有阮的立场啦。所以伫咧讲的时阵哦，你才有法通按照你的立场来讲啦。啊，所以啊，若是我的立场哦，我是较赞成一个将来派的啦。啊，一个将来哦，就是第4章开始个，到落尾哦，是讲到主耶稣要来，甲伊来了后所发生的代志。所以。咱会对这方面来看个，啊，第3个启示录，伊毋单单是一个启示文学个，伊毋单单是一个预言的册个，伊也是一本的书信。书信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书信哦，当初时的书信，你会看到讲，伊会讲，我一本册是要一张批是要写互啥啊？有意的什么？收信收批的人啦。啊，启示录收批的人是啥啊？你若看到第1章、第2章的时阵哦，就是迄7间的教会啦。OK， 有7间的教会，伫亞細亞的教会個。然後伊有寫講，伊是約翰寫的。那書信個，
伊主要伊是看咱像一个牧者哦，然后这个牧师哦，来劝勉啊，来安慰啊，来指导伊的什么呀？伊跩会友啦啊，所以伫一本册内面讲，毋单单咱看到有讲到将来的代志哦，咱看到有伊伫遐伫咧鼓励、安慰、教导的一件物件啦啊，所以咱讲干那字启示录。那艰苦明白啊，其实毋是艰苦啊，无相的看法共法。所以我讲的时阵啊，我甲你讲咯，我是甲赞成将来派的。所以欠在你将后摆你佫听到别人讲啊，伊是认为讲已经了咯，所以你讲哎，干那即个囡仔无啥相啊，啊是你真经捌听到别人讲安尼啊，所以你讲啊，牧师到底是讲对还是讲毋对啊？其实啊，这个毋是对毋对啊，就是看你徛伫倒落会入对啊。希望你会明白啊，你会明白啊。刷落去啊，咱来看讲啊，毋知恁有啥物爱问的无？啊，恁若有问题啊，你家写起来啊。啊，咱若了的时阵啊，咱会互人时间啊来问啊。啊，咱刷落去，咱来看约翰是按倒落写的啊，伊是按叫做拔摩多啊，啊，Patmos啊，按这个图书啊。所以你若看这个地图啊，你看到拔摩多啊。是什么？土耳其啊 ，Turkey 啊，还是以弗所国家来啊，无偌远的这个小岛屿啊，啊，这个岛屿啊，所以你若将这个岛屿啊，该放大啊，你看到有一个拔摩岛啊，啊，现主时啊，伊只有一个叫做启示录档，有看到无？啊，伫岛边啊，有一个启示录档，有一个小岛院，这个是现今啊，现今啊，伫迄个所在啊。因有起这个修道院啊，然后又创创这个启示录档啊，就是讲约翰啊，当初时啊，是伫这个档的内面啊，按遐来写啊启示录啊，啊这启示录啊，啊所以干那是约翰啊会走去拔摩多啊，相传啊，约翰啊，伊是伫以弗所啊，伊伫伊是什么啊？晚年的时阵啊，伊伫以弗所的教会咧牧会啊。伊咧牧会啊，但是迄个时阵啊，拄着真大的逼迫啊，啊，拄着逼迫啊，拄着上啊是咧做因的王啊，还是做因的啊，做伊皇帝啊，搁做斗米线啊，糯米线啊，所以一开始逼迫的时阵啊，约翰无要屈服啊，伊无因为这个糯米线这个皇帝啊，伊是头一个皇帝啊。爱人干那着敬拜皇帝，所以伊会创真多的皇帝，伊皇帝伊会像啊，徛伫真多的城市内面啊，然后叫人着拜伊啊，所以伊是头一个啊罗马的皇帝啊，叫人着拜伊。当然，约翰在世嘛无要拜啊，啊无拜的时阵啊，伊就受掠到一个拔摩岛啊，按遐。啊，叫做 exile 啦，放伫遐啊，所以咱看讲，伊伫遐啊，这个所在，这个岛屿啊，是无半项的啊，无半项也是真艰苦啊。但是上帝按遐怜悯伊啊，现如时啊，会修道院啊，啊，伊是叫做神学者约翰的修道院啊，啊，这个是伊的门要立起的时阵啊，你看啊，这个是2014年啊，有一个人啊。啊，因去遐去合相啊，啊合起来互人看啊，啊然后这个啊就是叫做启示录档啊，另外是嗰单这个档啊，但是毋知几咯，毋知第时啊，伊就改起这个真简单的这个建筑物啊，啊就按遐起啊，啊了这个档这个门要立起迄个档咧啊，你看这个顶面啊有一张图啊，伊个图啊就是加广告，这是约翰啊，伊坐伫遐。伊咧写什么啊？伊咧写一本启示录啊，上帝啊，啊，接着耶稣基督，接着天使甲伊讲啊，伊就按遐记录落来啊。这个是伊的啊。咱看到讲，伊写是写互7个教会，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所以但是虽然是写互7个教会，我相信啊，也写互咱。还是讲历代的基督徒，干哪？因为伫启示录内面啊，
特别伫第2章到第3章讲到7间教会啊，有一句话常常出现啊，讲啥物啊？圣灵向教会所讲的话，凡有啥物啊？耳仔的就干啊，应该听。请问你有耳仔无？我有啊，你也有啊，咱个有耳仔，所以咱也有耳仔的人啊，咱就干啊，应该就听。所以意思啊，启示录啊，是要互咱听，互咱看，互咱学习啊。啊，下礼拜啊，咱来看讲，看启示录啊，有啥物好处啊？还是有啥物福气啊？有啥物福气啊？啊，伫圣经内面啊，只有启示录讲啊，你若读启示录啊，你才有福气啊。啊，咱下礼拜会来讲这些物件啊。所以咱来看啊，约翰到底是第4来写这本册啊？啊，所以学者有2个讲法啊，一个是伫主后68年啊，主后68年的时阵啊，迄个皇帝是啥啊？尼罗皇帝啊，咱知尼罗皇帝啊，也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一个皇帝啊。看啊，因啊讲是早期，咱叫做早期啊，因为就是昨晚我有讲的啊，因为约翰写启示录的时阵啊，伊毋捌提到耶路撒冷城屠杀的代志啊，伊也搁较毋捌提到圣殿受毁坏。这2项物件对以色列人来讲，犹太人讲是真重要的物件。看啊，约翰那无讲，连提也无提啊。所以意思是讲啥物啊？伊写的时阵啊，圣殿也搁伫底咧，圣殿也搁伫底咧，所以因就讲伊是早期啊。但是有的人是讲无，伊是啥物啊？伫甲晚咧啊，就95年啊，就是一个杜米县啊，杜米县咧做皇帝。所以哦，你认为你若早期的人啊，你就认为讲隆重的约翰啊启示录会跩有言啊，已经了咯啊。你若后期的啊，你会讲无跩时间啊，跩也阁是将来的啊。所以这个啊会影响一个人啊，怎啊来解释一本圣经啊，来解释啊。所以咱刷落去，咱来看过启示录的主要的主旨是啥物啊？伊咧讲啥啊？其实伊咧讲啥？因有一项呢，就是主立刻要来，主立刻紧来啊！啊，伫圣经较晚，咱会来看圣经节啊。主立刻过来，就是讲到主耶稣伊第2摆过来啊，然后世界会受审判，审判了后啊，伊会设立伊荣耀的国度啊，1000年的国度，然后伊到落尾啊是荣耀永远的国度。所以启示录啊，有法通互人看到啥物啊？万民的结局到底会怎样？看到末世的时阵，人类历史末后的代志，然后历史就按遐来停止啊。所以这本是启示录讲到这个物件。那主耶稣过来的预言啊，伫圣经内面啊，特别伫新约内面啊，讲到主耶稣第2摆过来，毋是头1摆啊，第2摆过来的时阵啊，平均啊，每27节啊，就有1节提到主耶稣过来，所以是1/4啊，无4/4啦。所以意思是讲啥物？伫新约内面有真侪讲到耶稣过来的代志。啊，恁直直讲到耶稣过来，耶稣过来，到即阵也无来，到底怎啊？所以启示就讲无，咱咧等要到咯，因为耶稣基督啊，伊要来咯，耶稣基督伊要来咯，所以这个是咱的主旨啊。所以当咱咧读规本的时阵啊，咱就会记得啊。这个是讲到主耶稣过来的代志啊。所以落去啊，伊的 key verse 啊，伊做第重要的经节啊，伊要节是啥物啊？22章第20节22章，咱三个来读啊。虽然我未听到恁的声，咱大家读啊。证明这事的讲是咯，是的，我立刻过来，
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啊，所以这个是讲到主耶稣话要来咯。然后另外一节我真重要是第1章第9节所以你就将所看去的，甲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拢写出来。OK， 这个是第1章第9节。所以这2节是咱读规本启示录重要的。这个是讲到主要来，必来。然后第1章第9节，伊就分做3个，咱看我会来看这个分段。我互人看我 internet 看到这个，我感觉真水真水咱来看启示录第1章到22章咧讲什么咧讲什么第1章是讲到人子约翰看到耶稣。然后第2章到第3章是讲到什么？教会7个教会。第4章到第5章讲到伫天顶的代志伫天顶的代志天顶的宝座伫遐有敬拜上帝有天使伫遐咧敬拜。第4甲第5。第6章到第7章讲到伫地上有7个印所以这个7个印就是7个咱所讲的大灾难大灾难会来咯7个印然后8、9、10、11 4章讲到什么？7个河童的出现然后12、13、14又讲到灵讲到灵讲到手讲到魔鬼撒旦讲到敌基督讲到假先知的代志13、12、13、14伫遐。然后15、16就讲到7个碗所以启示录主要有7个印、7个火甲7个碗7个碗是15、16。17章、18章是讲到巴比伦国巴比伦17章是讲到属灵的巴比伦就是宗教顶面这个邪灵咧互人敬拜敬拜偶像的就是远离上帝的这个敬拜的代志了第18章是讲到巴比伦城会倾覆所以这2章是讲到巴比伦然后19、20是讲到千禧年的前后千禧年的代志然后21、22讲到什么？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甲永远的国度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个是几个然后你看下底第1章人子就是伊讲所看去的。昨晚你会记得无？伫启示录第1章第19节将你所看去的代志写出来，所看去是第1章现在的代志对约翰来讲，现在伊个时阵的代志是7个教会的代志将来必成的代志是对第4章开始到落尾章咯，这是将来必成的代志。所以启示录第1章到12章真简单会按遐分起来的时阵互人知影。所以你若咧读的时阵你就差不多知影第2章、第3章讲啥咧讲7个教会讲7个印第6甲7然后8、9、10安尼讲 OK。所以真可惜咱伫 Zoom 咧我无法通引互你我无法通引互你现在若要抄现在会甲工苦抄但是合起来合起来你会做你家翕起来咱请有主长老甲咱翕起来然后再摕咱的 Bible 啦你若有 Bible 家己合起来翕起来Bible 你会晓合你家合但是搞伫遐有主长老若了的时阵我再互你啦你再来合啦我头无伫遐啦OK 做落去要怎样来分OK 其实只有2款的分法啦启示录要怎样来分段有2款的分法是因为有座长老
我若了的时阵哦，我将规个 PowerPoint 寄互你了啦，你才该快快有法通摕，你才该摕去。OK，把它，等到袂直直个写有阵写呀。OK， 多谢。所以有两个分法啦，头一个分法哦，就是以约翰个所看去主要4个意象。其实你看到真侪意象啦，但是主要4个个，因为哦，伫这4个分段的时阵哦，有一个词哦出现了失败啦，就是讲我互圣灵感动 ，OK。我互圣灵感动啦，这个我通翻译做什么？我进入圣灵内面啊，我进入灵内面，所以可能就是将伊提到什么天空还是什么，看到这异象无，所以伊有失败会提出来，所以有的人啊就用这失败啊，该分做讲启示录啊，咱有法通分做4个大段。当然，一个是第1、第10、第1章第10节、第4章第2节、第17章第3节、第1章第10节啊。这4个意象是什么？头一个意象啊，第1章第10节啊，就是伊看到意象是关于教会啦，就是迄几个教会个7个教会。然后第4章开始个，伊看到是关于世界的定命啦，就是讲。世界要受真多的苦楚，真多的刑罚，因为世界迄个真邪恶咯，上帝要来刑罚个，主耶稣要来刑罚。然后伫第17章的时阵，是讲到巴比伦基督要来千禧年的国度，然后伫基督撒旦受毁灭啦。啊，这个是伫第17章的。然后21章就是关于新天新地，所以哦，有的人用这4个哦意象哦。该分段落去讲啦，啊，来分段落去讲个，啊，但是我爱介绍一个个吼，就是用第1章第9节哦来分段啊，就是讲要将什么所看去的，甲现在的代志，甲将来必将的代志写出来，所以伊分做3个啦，哦，分做3个，这个我是叫做。W.J. Erdman 啊 ，Erdman 博士个，伊的册内面写，我感觉真水个，我该抄落来了。所以所看到的代志哦，是第1章，啊，第1章个，啊，按第9节开始啊，因为第1节到第8节是伊的 introduction 哦，伊的引言哦，然后22章第6节，到了是伊的结论啦。啊，所以这个所见的看起的代志哦，伊讲到基督甲伊的荣耀啦。现在的代志哦，基督甲伊的教会哦，将来的代志基督甲国度啦。啊，我一个甲恁讲过，所以其实个恁会若分起来个，咱就看到7个啦，真水啦。第1章个基督的荣耀哦，有7个荣耀，然后第2章到第3章哦。有7个教会，第4章到第7章哦，讲到一个印的时阵哦，有7个印，8到11有7个会堂，12到14有7个奥庙，15到18有7个金碗，然后19到22有7个末后的代志。所以你若看哦，有几个7个啊？1、2、3、4、5、6、7啦。所以以后有将启示录啊。该分做7个7啦 ，OK，7个物件，则每一个有7个个，我感觉伊分啊真水啦，啊，伊分啊真水哦，特别是对第4章开始啊，第4章将来的代志啊，到尾啊，伊有啥物啊？伊有分4项啦 ，OK， 伫每一段内面个，每一个7个内面个，伊有4项，一个是有比伫天，实行伫地，插入的意象甲伊的结局个。我互你看一个会较清楚啦。7个印个吼，第4章到第5章个，咱昨仔讲伊个是啥物？伫天堂的敬拜个，这是有比伫天啦。然后第6章开始个6个印哦，会在下个会讲伫地上啦。然后个又插一个意象伫遐个，然后又讲到分什么？
分段的结局啦，啊，分段的结局个。啊，7个课堂也是同款个，7个乌表也是同款有4个个，7个金碗也是个，7项代志个也是啦。所以伊看得出伊创啊真水个，啊，所以你若该看过所记着的代志个，所看去的代志哦，是基督的荣耀有7个个，啊，现在的代志基督教会教会有7个教会个，然后将来必成的代志哦，这个真长个。伊是讲到基督教的国度，也是有7个啦，好，然后最后个走一大结局啦。伫倒边啊，你看到引言哦，第1章到第1节到第8节个，然后伫车边哦，伊的末言个吼，还是伊的结论哦，22章哦，6节到21节啦 ，OK， 啊，所以这个是几个个，那这个必成将来必成的代志个第4章到22章个，这是讲到什么？咱所讲的大灾难啊！恁会记得大灾难的无？啊，大灾难啊，就是但以理书所讲的啊，咱的时间都无了哈。我下礼拜再讲到迄个7个7啊，啊，迄个干那一个那是7，最后一个7啊，然后最后一个7有分做2个。这个是前3年半，这个是后3年半啊。这个前3年半啊，这个是叫做啊，伊的灾难啊。在后3年半叫做大灾难啊。啊，这个是落尾啊。然后这个大结局啊，就是啊，主耶稣基督倒落是按倒落来啊。啊，伊第2摆再来的时阵是伫倒落，是伫这个。大灾难了后啊，7个金碗了后啊，伫第19章遮主耶稣第2摆落来了，所以伊再来是伫一个，啥是伫这个7个末世诶伫只耶稣再来啊，然后设立伊诶迄什么1000年啊，1000年诶国度啊，1000年诶国度啊，然后。才设立伊的什么永远的国度，所以咱今仔日啊，我毋知会讲真紧未啊，真侪物件啊，但是我会请刘律师啊，将即侪物件该摕去咱的 Bible 咧，所以咱有法通按遐慢慢啊去看，你若要该抄落来，慢慢啊抄，够时间啊，啊无也是真侪物件 ，OK， 所以咱即阵。有几分钟的时间啊，互人问什么？问问题啊！恁有啥物爱问的无啊？有啥物讲袂明白的啊？还是我讲伤紧的啊？哈，你讲牧师啊，你可能从讲伤紧啊，这个物件你讲，你会做你将恁的什么 microphone 啊，开开啊？恁的音机该开开。音机开开啊！恁会做你来讲咯。OK。我要问者，伊昨晚你敢是写公式讲是差不多60以下迄个 Revelation 讲，95什么意思啊？迄个 AD 是伊主后95年写的，其实咱即阵是2021啊。哦，啊，迄个68咧，伊开始写。无60，因为这个我无伊无分早写，啊，伊无分晚写，伊也早就写了咯，60岁写了咯。60岁写了。哦吼。伊是两派的人的讲法。啊 ，OK。因为顶摆写批也无写日子讲。哦，啊，了怀 original 原本的写的做物件，拢总无去咯。OK。正本无咯啦，拢总计是抄本啦，所以因咧讲到底是啥物时阵写过，因会去研究，所以有2款的讲法。OK，Thank you。对吗？Pag buksoy kay John, si John the Baptist, si John the 12 disciples. Yes, 那是 John the disciple 个吼，是耶稣的核心。所以耶稣12个门徒，除了
犹太咁是自殺11嘅溫度高但約翰哦無㗎呐，無順道，伊是活到90幾歲，伊才老去才死。所以是唔是伊較福氣啊？我牧師，請問，咱即陣來COVID是唔是大災難嘅開始？有，這真好嘅問題啊！真好嘅問題啊！問我講是唔是COVID是唔是大災難啊？其實照聖經講係個災難，但是也個未係個災難。未大災難呢？因為我相信哦，大災難以前個，但是有一個避題。基督徒會避題個，教會避題，教會無避題咯。所以種災難啊，還是一個醫術機關啊，無地咧啦。好，咱應該就無地題咯。有啲啲咧，就趕緊回家。所以有人講，有人感覺講說，無聖經敢若講犯罪做災難，互基督徒知影。可能有可能避免啊，佇災難的時陣有可能避得掉啊。所以話講無啊，因為聖經講咱袂拄着一款反大的災難，上帝的保守。所以這個是兩款的講法啊。所以有嘅認為講大災難來，咱也個地地；有嘅認為講大災難來，我已經無地地。啊，你愛到啦？無地咧。愛有地地是無地地啊？無地地。咱愛是愛啊！如果是變第二派嘅，無拄多，因為做物件無一個人有法通100%大師是安尼嘅，有可能咱係唔對啊！所以有可能咱唔知啊，所以咱就可能主要咱是對。